相信就是永远。一开始是哥哥先学跳舞的，他是在学校参加国标舞社，然后他之前去比赛的时候，就有看到其他女生穿着，哇，好漂亮哦，那个舞衣，哇，非常漂亮，然后就跟妈妈讲说，妈，我也想要去学跳舞。然后之前2015的时候，我有参加过世界杯，那时候我6岁，我是参加幼儿组，然后我那时候拿到第1名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好开心。可爱哦，就是6岁吗？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对，小肉肉的这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很享受这个才是小林美秀啊！每一个时刻。陈瑜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开朗、很爱笑，然后就像一个开心果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酸酸的感觉，像柠檬加半成蜜糖滋味。有一点烦恼，反而觉得很好，让它活在心里烧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感觉，如果你道晚安才能入睡。有一点无聊，却又觉得很好，明知道已无可救药，却停止不了。我一出生下来是弱视，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视力，可是我对自己的外形很没有自信，所以我很不喜欢照镜子。在14岁的时候，我因为生病的关系造成双眼失明，所以我现在是看不到的。但现在的我很想要看看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真的是无法接受，应该是遗传到我的弱视，所以我很自责。我弱视的时候，很多不方便，在学校读书啦，或人际关系都是面临很大的困难，所以我想说，好好的把它养大，然后做它最强大的后盾。突然间陷入黑暗，其实我会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。还好那个时候有妈妈在旁边，一步一步的、一点一点的带我走过那一段我觉得很无助的日子。那到现在，其实妈妈都很鼓励我去做我觉得开心的事情。